當日耶穌離開咗間屋，坐喺海邊，冇幾耐佢周圍就聚集咗一大班人啦。耶穌只好上船，然之後呢就坐低落嚟，向岸上邊企喺度嘅人傳道。佢用各樣嘅比喻向佢哋講解真理。佢話：睇下，有一個人出去播種，有啲種子落喺路旁，冇幾耐就俾雀仔全部食晒。有啲撒喺蓋有淺土嘅石頭上邊，因為土淺，種子就好快發芽，但係日頭出嚟將佢曬乾，又因為冇根就枯萎咗啦。又有啲撒喺荊棘叢裏邊嘅，荊棘生長起嚟，阻礙咗幼苗嘅生長，亦都將幼苗逼死。另外一啲係撒喺肥沃嘅土壤裏邊，自然就結出飽滿嘅籽粒，有100倍、60倍、30倍嘅收成。能夠聽見嘅就應當留心聽。啲門徒就嚟問耶穌啦：你點解要用比喻教導佢哋呢？耶穌回答話：你哋可以有機會明白天國嘅奧秘，佢哋就冇。但凡有嘅，仲要加俾佢，以致綽綽有餘；但係冇嘅，就連佢而家僅有嘅，亦都要攞走。我用比喻教導佢哋，係因為佢哋有眼睇，竟然睇唔到；有耳聽，竟然聽唔明。以賽亞先知嘅預言講得好：你們聽是聽了，總是不明白；看是看見了，總是不曉得。因為這些人心靈麻木，耳朵堵塞，雙目緊閉。不然的話，他們看見了，聽見了，心裏明白，回心轉意，我就醫治他們。你哋係有福嘅，因為你哋嘅眼睇得見，耳朵亦都聽得見。我實在話俾你哋知，有好多先知同義人曾經渴望見你哋所見嘅，聽你哋所聽嘅，但係都唔能夠如願以償啊。所以你哋應當留心呢個撒種嘅比喻。種子撒喺路旁，係代表嗰啲聽咗天國嘅道理而唔明白嘅人。魔鬼乘虛而入，將撒喺心裏邊嘅真理搶走。種子撒喺蓋有淺土嘅石頭上邊，係代表人聽咗上帝嘅道就歡天喜地咁樣接受過嚟，但係佢哋信心脆弱，冇根基，一旦為咗真道而遭受苦難或者係迫害，就將呢一個真理丟棄。另一啲撒喺荊棘叢裏邊嘅種子，就好似一啲人聽咗上帝嘅道理之後，因為掛慮世俗嘅事情，被錢財迷惑，就停止認識真道，最後係一無所獲。至於嗰啲撒喺肥沃泥土裏邊嘅種子，就好似一個人聽咗道理之後，不但明白佢嘅意義，而且結出果實嚟，有100倍、60倍、30倍嘅果實。耶穌又舉咗另一個比喻對佢哋講：天國好似人撒好種喺田裏面，及至人瞓覺嘅時候，有仇敵嚟到，將稗子撒喺麥子裏面就走咗。到長苗吐穗嘅時候，稗子亦都顯出嚟。田主嘅僕人嚟話俾佢聽：主啊，你唔係撒好種喺田裏面嘅咩？啲稗子喺邊度嚟噶？主人就話：呢啲係仇敵做嘅。僕人話：使唔使我哋去掹嗰啲嘅稗子出嚟啊？主人話：不必啦，恐怕而家掹稗子，連麥子都掹埋出嚟，就容許兩樣一齊生長，等到收割啦。當收割嘅時候，我會對收割嘅人話：首先將稗子掹出嚟，紮成一捆一捆，留住嚟焚燒，然後將麥子存入倉裏面。耶穌又再用一個比喻對佢哋講：天國正如一粒小小嘅芥菜種，人將佢種喺田裏邊。佢雖然係所有種子裏邊最細嘅，但係當佢生長起嚟嘅時候，卻比其他蔬菜都大，竟然變成棵樹一樣。甚至天空上邊嘅雀鳥亦喺佢嘅枝頭上邊棲息。
耶穌又對佢哋講個比喻：天國好似麵酵，有婦人拎嚟藏喺三斗麵裏邊，直等到全團麵都發起嚟。呢一次向群眾傳道，耶穌全部用比喻。呢一個正應驗咗先知嘅預言話：我要用比喻講明自創世以嚟一直隱藏嘅事。後嚟耶穌離開咗群眾，翻到入屋，門徒亦都同埋入去，就問耶穌啦：請你將田間稗子嘅比喻解釋俾我哋知啊！耶穌就話啦：嗰個撒好種子嘅人就係我，麥田係代表整個世界，好嘅種子就係天國之子，稗子就係惡者之子，撒稗子嘅仇敵就係魔鬼。收割嘅時候就係世界嘅末了，收割嘅人就係天使，將稗子掹出嚟用火焚燒，到世界嘅末了都係咁樣。我要差遣天使，將所有引人犯罪同作孽嘅人由佢哋嘅國裏邊揀出嚟，抌入火裏邊。嗰陣時，佢哋必定會切齒哀哭，但係義人卻要喺佢哋天父嘅國裏邊發出好似太陽一樣燦爛嘅光輝。能夠聽見嘅就要留心聽。天國正如一個埋喺地裏邊嘅財寶，有人發現咗就將佢埋好，然後歡天喜地嘅變賣佢嘅財產，買咗呢塊地。天國又好似一個商人四處去搜尋珍珠，當佢揾到咗一粒價值連城嘅珍珠嗰陣，就去變賣咗佢所有嘅產業，將佢買落嚟。天國又好似撒喺海裏邊嘅網，要捕捉各種魚類，網滿咗就將佢拉上岸，然後坐落嚟挑選，好嘅就收埋，唔好嘅就抌出去。世界嘅末日亦係咁樣，天使要將壞人由義人裏邊揀出嚟，抌喺火裏邊。嗰個時候，壞人必然要切齒哀哭。耶穌講：以上呢啲話，你哋明唔明啊？門徒就回答啦：我哋明白啦。耶穌又對門徒講：凡係熟讀聖經嘅律法教師，接受天國嘅道理，做咗門徒之後，就好似一位主人，由佢嘅倉庫裏邊攞出新同舊嘅財物嚟。耶穌講完咗呢啲比喻，就離開嗰度，翻到自己嘅家鄉，喺會堂裏邊教導人。啲同鄉都覺得好稀奇啊，就議論紛紛啦。佢由邊度得到呢種智慧嘅呢？係邊個俾佢呢種行神蹟嘅能力呢？呢個唔係木匠嘅仔咩？佢嘅媽媽唔係瑪利亞咩？仲有啊，佢嘅細佬唔係雅各、約西、西門、猶大嘅咩？佢嘅妹妹唔係亦都住喺呢度嘅咩？究竟佢由邊度得嚟呢一身本領呢？啲同鄉對耶穌起咗反感，耶穌就對佢哋講：先知到處都受人尊敬，反而喺自己嘅家鄉唔受尊重。耶穌由於佢哋唔相信，就冇喺嗰個地方多行神蹟啦。